珠海文娛板塊嘅業主，你睇客廳開間4米闊啊，雙主人房嘅設計啊，120平方可以做到4房啊。然之後你睇下邊咧就係4000平方嘅中式園林會所噶啦，十分之靚嚇，有一齊健身房、游泳池噶。然之後全屋嘅中央空調啊、廚房4件套啊，都係送俾你㗎嚇。入門口咧，亦都係獨門獨戶嘅位置嚇。其他人咧都唔會經過嘅。呢邊咧仲有一個換鞋嘅鞋櫃位啦。然之後呢度中央島台係做好晒嘅，係帶趟門嘅，一拉上就冇油煙㗎啦。然之後我哋呢邊咧就係兒童房、客房，仲有長輩房嘅位置，南北通㗎嚇，所以十分之光猛啊！每間房都係咁大嚇。然之後110%嘅實用率，呢個客房都係270度嘅飄窗，睇我哋嘅會所景觀。然之後咧，我哋樓下去香山湖公園啊、山姆會員店啊，仲有萬象匯都係5分鐘嘅時間啫。點解我講係雙主人房嘅設計啊？你睇呢邊又係270度嘅飄窗喎，帶我哋獨立嘅洗手間，一排到頂嘅大衣櫃，呢啲做好晒俾你嘅。重點係咩啊？3萬元，而家呢度500球。